剪出了，剪出了情，剪出心中美丽的五彩霞楼。
4年成品。有位名叫少王的监制大师，用了一幅监制画，约了后母的4年2费之品。真的吗？是了无药可治之病，名扬天下，传为佳话。这位前朝的监制大师，不就是个孬人吗？夫人，我书生秀才呀。书生秀才又怎么了？书生秀才今天去做官。天下有多少个书生秀才有那么多的官可做吗？再说大家都做了官，谁来当老百姓？个人是有个人的梦，我梦想有朝一日能做个像古人少文那样的监制大师。没有什么，不知大娘从哪里而来？我从远方而来，路过贵地，刚才听了相公的番话，很是感动。相公，你说的真好啊！大娘过奖了，不知大娘家住哪里？相公。只因光年
宫中的国若情人，原来是这样。我不该问你这些，触动了大娘君子的伤痛，对不起。我不怪你，这一路之上，我一个人走得太苦太寂寞了。今天有这么多的人和我一起说话，心里好孤独啦。我要感谢大家呀！大娘，你与你的亲生儿又是怎样离散的呢？说来话长，那一年家遭大难，丈夫猝死，我也病倒土炕，不省人事。那年月，大家都穷疯了，穷得失去了亲情，失去了人心。我大爸趁人之危，抢走了我刚满月的孩子，转手卖到了南方。从此我若分离，生死茫茫，娘想儿啊，心都碎了。兰花我渐渐老了，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了。今夜脱了鞋子上床，还不知道明天早上能否再穿上。若是再不寻找，只怕今生今世我们母子再难相见了。大娘，不知你的孩子被卖到哪州、哪院、哪乡、哪村里？要是知道就好啦。只是听说在江南地方，江南地方这么大，富裕的子孙黑妈妈，你到哪里去找，哪里去寻你？是啊，大海捞针，希望渺茫啊！但是只要我活着一天，就要寻找一天。我只想看看我的孩子他过得怎样。若是过不下去啊，我就接他回去，再苦亲人也要在一起。若是他过得幸福，我绝不相认。绝不相认？哎，为什么？免得养父养母为难啊！我只可一夜就走。大娘，你真是天底下最苦、最善良的好母亲。我算什么好母亲啊？我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管了，我欠他的太多了。啊，相公，我该走了。哎呀，等一等，相公，还有事吗？大娘，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大忙。这里有些银子，大娘拿着，路上好用。不，相公，我与你萍水相逢，怎能平白无故收你的银子啊？相公，我不能要。大娘，你去哪了？大娘，我母亲也是个结花女，可惜她早年亡故。大娘，从今夜你就把我当做你的亲人，你的孩子，你就收下孩子的一点心意吧。相公死之生你，大娘无以为报。啊，我看你慈爱见花，胸怀大志，日后必定大有成就。啊，相公，我这里有几幅简画留给相公。哎呀，不知我们北方的剪子能否为相公打开一点思路，
这些小小村口。玉阳曾与你马路相过，三生有幸，这是苍天赐给我们的缘分呐！我要敬你为父。敬我为父？对，从今以后，我帮你寻找你的亲生儿子，你就安心地住在我的腹中，教我计划，还等于早一上你们亲生团圆，我的计划精神也太有长进，这岂不是两全其美，好事成双吗？见彩虹。
上前去买啊，爹妈，你可真是个热心的人啊！哎呦，少夫人，我听你好像话里有话。爹妈，你是香港那边带过来的人，到了邻家，我当你半个管家看。是啊，香港的母亲去世的早，是你从小将她带大，她平日再听你的话，你怎么也不去说说她呀？哎呀！你要我说他什么呀？他总在痴迷见花，不但荒废了幼年的命还。少夫人，少公子从小就跟着他母亲也见花，见花有什么不好？又不是赌博吹鸦片，你要我说他什么呢？这，少夫人。莫言我爹妈太啰嗦有句话儿劝你呀听，公子他一片正经计划，弄不该怨三怨四怨不拉的。公子他正宗师傅敬他娘，弄不该郎一郎与郎兵兵，常言道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同手同地要同心啊！少夫人，你就让他去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吧。至于少公子冷落了少夫人，我倒要好好说说他。我慢着去了啊！爹妈，嗨，这一家人是怎么了？疯了！少夫人，请家老爷上门来了啊！公公来了，玉琴。请相信心匆匆登澳门，送来寡妇表心，一块遮阴桃红盈盈，一把黄澄澄，一挂带露菜深深，新菜草莓提金啊金，全是我自己院中种，送亲家听听子里唱唱戏，提香提香。公公来了，请坐，快茶。哎呦，不对吗？出门
也是。天香媳妇脸孔好夫妇，眼睛圆皱皱，莫非出什么事啦？啊，天香，我的好媳妇，你怎么啦？公公如此神经，叫天香说谁当得起？谁当得起？谁当得起？你们林家对我们欧阳家恩重如山，吃点水果，算得了什么？你没有事吧？我啊。哦，亲家老爷夫人不在家啊，爹娘正在深圳谈一笔大生意，也是上课回不来。忙人，大忙人，大大的忙人。公公，二老年纪大了，你要劝他们少做做，多歇歇啊。动的人子产不完的，身体最要紧啊！哎呦，哎呀，哎呦哎呦，你一定要劝他们多歇歇。哦，动的人子啊，生不得来，死不得去，眼睛一闭嘛，全部作废。公公，你真会识笑。咦，春儿不在家？他呀，他忙得很呐。哦，忙好，忙读书考功名好。他如今哪里还有心思读书考功名？忙讲话都来不及你。什么？不是读书，是计划。哎，这都要怪他死去的母亲，从小叫他计划计划。事情好了，哎，他把计划当饭吃了。嘿，上一初吧，他从外面带回一个不放大娘，拜为师傅奉为上宾。不放大娘？始终来了这位大娘，相公整天跟着她有讲话，见公没完没了，连一句小丫鬟都接她代言了。就这等事嘞，他连功名都不要了。哎，这子太不讲话了。天下，我早就有言在先，你们林家把春儿找着上门女婿，我就把他交给你们了。你说也说得，骂也骂得，当哎也当得。我哎你怎么不怪老他？哎，由着他自己无来呢？我说也说了，劝也劝了，可是我总不能当着客人的面与他大吵大闹，让别人笑话吧。这该死的！哎，天妈也管不了他啊。这个天妈，我叫他一定要好好管老春儿。哎，他是怎么管的？天香，我知道你是怕伤了夫妻恩爱，舍不得杀他。哎，但长期下去是何得了？我也正为此事烦恼呢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他再这样胡闹下去。快来，今天我是来对了，我在这府上不罪了啊！我定要教训教训他，非把他拉回头不可。他认你，他认你，公公。啊！小小民间同理心，讲话些许呀做人，世代做人我为贵，心地善良，身万金。心莲在下无敌的是，开花结果
心。国王本，国王恩，今夜良缘寄终身。相公，你来接。不起来，我还能不来吗？你管的好事，不起，我怎么了？你看你像什么样子？你也是见到也是。将子代子，终日计划问日子，不要不日当当子，问到那团队爆发老头子，也是无常空一时。父亲。你怎么能这样说啊？计划是祖辈留下来的优秀民间传统遗产。什么你日不你日的？我看你是食了毛苦换了头。父亲我来问你，这计划能借着金银财宝、功名利禄、荣华富贵来吗？不能。但金银财宝、功名利禄、荣华富贵也还不在我手中的计划遗产。你，哎呀！成儿啊，弟弟我是个小商小贩，谁能图个小利？但我欧阳家三代八代，我心有不甘呐。父亲我，弟弟王子成龙要你好好读书，为我家得个功名，争个体面。可你却迷上了计划，你对得起你死去的母亲吗？啊，你对得起你永远于天下吗？你竟然叫我失望了你！父亲，常言道：“人贵有志，不能强言。我不爱功名，爱
爱奸猾，这有什么错？这有什么不对吗？好啊，那我来问你，你为什么读书？哎，读书又为了什么？读书为了名利，读书为了做成。好，读书为了做人，那你想做什么样的人？做一个阳不归天，夫不归地，内不亏心的奸猾逆臣。哎，你冷落了天下，让他受委屈，你知错吗你？娘子，对不起，这些日子我忙于向他娘有计划，陪娘子的时间少了，怠慢了娘子，我这里向你赔礼了啊！相公，这件花真有那么大的美丽吗？哎呀，娘子，你是未尝其故，不知其甜呐！这我还要拉着你向他娘有计划呢。我什么？你还要拉他去学计划？是呀，只要有了计划，就知道其中的滋味了。娘子。坏了，他的脑子进水出毛病了啊！你看他那双眼睛，你看他那副表情，你看他那股神气，哎呀，的确是最乎什么中了邪了！哎呦，哎，他单位里的那位不放大娘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？看他外表，倒也忠为本分。外表越是忠于本分的人，越是危险。我看他是花妖啊！花妖，哎，我听老辈人常说，古时哎，有许
有名的姬花娘子，都是些位长成龙贵的我。啊！这个女人留她不得，否则府中别遭打哦！啊！可他是相公带回来的师傅。我倒要看看，是哪位北方大娘厉害，还是我欧阳松高明？公公的意思是，道高一丈，魔高一丈，我要为聪儿造文。离了婚，真亏你想得成，做得成。你还想做个父亲的样子吗？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，把你身上的鬼关掉，把你的文灵找回来。从今儿你就不用跟那个妇人迷离计划了。想用这种办法阻止我计划，休想！哈哈！
救了，他被花妖迷得太深，连文灵都找不回来了。哎呦！拿去，拿去！这个透明的巫婆，发上一灵都不灵过。晨儿没救了，哎，没救了，哎。公公不要难过，难过，肯定难过。哎，好端端的一个人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啊，公公，我父亲总生着来信啦。亲家老爷信上写了些什么？我弟弟要延期优待大人，为相公的功名见证铺路搭桥，命相公国王圣旨，备可迎罪。什么？叫臣儿立即官王圣旨？是啊。哎呀，这不是太好了吗？只要臣儿立罪啊，马上将那位不放大娘请出去，天下不就太平了吗？哎，早知如此，何必请那些巫婆张荣弄鬼跳大戏呢？公公，快去劝劝相公，叫他准备准备，早早动身。好，我这就去釜底抽薪，断后根。哎呀，可惜我那是两银子哦。
生活，丫鬟们会做的。爹妈，你是少公子请来的客人，来来来，客人不客人不客人，那是相公客气。我你们啊，玩不都是一样的？哎呀，平日做惯了，眼着难受。哎呀，兰花大娘，你们北方人啊，就是心直耳朵，我就喜欢就叫你们这样的人。哎呀，那赶紧好啊！我在这里无亲无故，我就把你爹妈当做亲姐妹看啦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！这样一来啊，我们姐妹就有伴了。哦，是啊，是啊。哎呀，兰花大娘，你来的日子也不短了，这福州能值得管吗？哎呦，要是这府上过的日子比我们家乡，可算得上是天堂啦！那你就在这天堂里多做些日子吧。天堂虽好，总不是自己的家啊！怎么？想家啦？想，常言道，近我人我不如自己的草哦。我啊，也该回去了。你想也没有用，少公子是不会让你走的。是啊，相公他重情重义，对我实在是太好了。我还听说，相公为了跟我一见花，父子闹得不开心了，都是老爷少夫人找文闹的。为什么要找文啊？还不是为了一见花，荒废了月日功名。哎呀，都怪我不好，我心里啊真过意不去。是哪里话嘞？父子一对讲义气。我是最了解他们啦，少公子，我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。爹妈，你是看着相公从小长大的呀？是啊。当年老爷在北方做洋皮生意，少公子还小，夫人也没有奶孙，我就做了他的奶妈。哦，后来少公子当了林家的上门女婿，我啊就跟着到林府来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哎呦，兰花大娘，来来来，爹妈，那你可算得上是相公最亲近的人了。是啊，是啊。夫人临死之前，拜托我一定要好好照看少公子。万说少公子刚从北方跑来时啊，雨孩雨水。爹妈，你说什么？相公是从北方跑来的呀？不是啦，不是啦，爹妈，是出来，相公不是夫人的亲生儿子。哦，没有什么，我走了。哎呀，爹妈，你我已当作亲姐妹看了。哎呀，还有什么话不能讲的啊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相公他自己知道吗？他哪里知道？这件事只了少公子的父亲，这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我不好意思，我走了啊！哎，爹妈，哎呀，爹妈，你是个痛快之人，怎么话说了一半又吞回去了呢？你们北方人啊，就是心窄。非要当破砂锅问到底。兰花大娘，这件事我说给你听，你可要对天发誓，千万不能传出去哦。好，我发誓绝不转给别人听啊。兰花大娘，你听好了。相公出事在北方，母亲也是个奸花娘，只因家中遭了难，爹死母病拖拉起亡，狠心个大伯上天亮，保住他没有人帮我人。人犯转马个到
兰花大娘，你怎么啦？兰花大娘，爹妈，怎有此事？千真万确。少公子刚跑来时，身上还长有一副他母亲见的抓鸡娃娃的剪子呢。爹妈，爹妈！哎呀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！哎呀，兰花大娘，这件事你听了也就听了，听在耳里，烂在心里，就当我什么也没有说，你什么也没有听见。爹妈，记着，千万不能传出去。要是传开去，让少公子的亲生母亲听到风声，找上门来生儿子，那讲起来，我噻可就长大了。天哪，相公，真是我的孩子！下北去冬雨沉，思儿梦儿到天明。20年娘相儿相得把发生，望眼排众人泪疼，想不到亲儿就在娘身边，是一个聪明善良好儿孙。怪不得初见时心相印，怪不得应有小老师夫君。这当我此心深梦想。完不了，不是梦来本是真。吉祥人不由的
若我来了书信，命我索取身份，大娘，我要与你暂住小别了呀。那你何时回来？过几天就回来。走，天下我爹妈会照应你的。相公，再说一路上我也准备好帮你打听13的儿子。不用了。大娘，这可是我们思想约定的哟。好吧。相公，睡不着，该启程了。大娘，我走了。等一等，大娘，你一路之上要当心啊，早点回来啊！知道了，我走了。少夫人，相公他走了。是啊，相公他已走远了。大娘，请坐。好。坐啊。好。换茶。大娘。泪水十指从空中。
相公回来，让我们见上一面，再走好吗？我看不必再等了啊！我有许多要紧的话要他说呀。有什么要紧的话，对我说也是一样的。不一样的，哎呀，不一样的，少夫人。大娘来。哎呀，少大娘，你对相公好，我关切在心，可你也得为我们想一想啊！自你进府以来，确实给府上带来了不少欢乐。相公他爱讲话，我不反对，可是他痴迷于见字，是要负了功名前程的呀！大娘，你明白吗？大娘，我明白。可是少夫人，大娘，就算是我救你了，少夫人，啊，哎呀，说是说了，可是他，喂，大嫂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这位老爷是啊，他是我公公。啊，原来相公是你的儿子啊！废话，不是我的儿子，哎，难道还是你的儿子啊？哎呀，老爷，那我要多谢你了。你多谢我？哎，多谢我什么？你把相公培养成人，劳苦功高，哎呀，我能不好好的谢谢你吗？喂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培养自己的儿子与你有啥相关？哎，用得着你来多谢我？是，相公是你的儿子，可他也是我的。你的什么？也是我的徒弟呀。好了，徒弟要去做官了，死也好，走了。大娘，你还是快走吧。难道你非得等到我们夫妻烧父子结缘再肯走吗？不，大娘，少对他啰嗦，松开。老爷，我求求大娘快起来！大娘，天下，大娘，你还是快走吧。却今我此间刺得我心
绝不叫情人天烦恼。今日一别永不为。眼中流泪，心欢笑。你们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要灌醉他娘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来问你，他娘是怎么醉的？是我请他醉的。你们为什么要灌醉他娘？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。这个家又怎么了？世宗大娘来到这个家，你整天痴迷牵花，丫鬟们也跟着见，整个家都变成一座奸花坊了。变成奸花坊又怎么了？你们让他娘走，也得等我回来再说。你们身上还有一点陈情味吗？他在府上做了这么长的事子，难道我对他不好吗？好，好的很。你疯了啊！喉咙光响，发什么牛脾气？父亲，他趁我不在，关这辆死他娘毁了我的奸花，你知道吗？你？我当然知道，这是与他无关。奸花是我毁的，不放大娘是我灌走的。我看你再不将他灌醉，你就坏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容不下死他娘？坏
计划，别的事情我可以不计较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。一生为师，终身为母，死无他娘，就像是我的亲娘。什么？她是你的亲娘？那我算什么？无情。嘿。儿子太早已，若无为我们亲人，深夜要得走门，走进后门两里花，官场无吹不可闻，中道是提了官场新街口，恰才子为不能亲人无情伤我心。天下父亲，你们这么做，真配做我的亲臣呐！你，我看你烦了你！老爷，公公，老爷，公公，你怎么对待他？哎呀，相公，父亲，你这一巴掌打得好，看来这个家已经容不下我了。我这，哎呀，少公子，哎呀，少公子息怒，哎呀，大家忍忍，大家忍忍。哎呀，老爷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一家人有什么事不能说清楚的，非要弄得头破血流。哎呀，老爷，公公，你说说他已经死了，你为什么总是当他呢？我这不是想为你出口气吗？我不要公公为我出气，我没有气。闹了半天，弄到我个头上来了啊！哎，真是王胖上年糕，两头不讨好，好心没得好报。你们闹吧啊！你们闹吧，老子才不来管你们个屁事！老爷，相公，老爷，哎呀，真是作孽了啊！天妈，少夫人，当初我就对你说过，你是爱相公，就该爱他之所爱，敬他之所敬，方能夫妻同心，不扭好。可相公爱结花，你就讨厌结花；相公敬大娘，你就关注大娘，怎能不出毛病呢？少公子，古人说“人非圣也，孰能无辜”。少夫人知道自己错了，你就原谅他吧。啊，来，哎呀，这行。当初不就是一幅简话把你们连在一起的吗？你们要珍惜夫妻原文呐、要是原文失去了，就是用金山银山也买不回来啦。少公子，哎呀，去！少夫人。
在我心太急。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你知道吗？苏大娘路远迢迢，从黄土高坡来到了江南，为的是寻找她的亲生儿子。我接她为夫，拜她为师，并答应帮她寻找亲生儿子。可你们背着我，却怪罪了他娘，让她孤孤单单，守望而走。我的心过意不去，你知道吗？你我不知道，我实在是不知道啊，相公。我在书房发现了一包大娘留下的笺画。
留下母亲教诲，信子华。监测了金，监测了儿。为我早登娘，我知道你思念儿子，可我还没有帮你找到儿子，你怎么就走了呢？什么找儿子？叫我救子华，不帮他找儿子，不是救为你们作风，为你们祈祷，为你们拜佛，为你们念经，终已了一生迎风。草昏晓，愿你了把年恩永相见出。